台湾出现头一个中国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大家更加爱提高警觉，防疫级数敢爱提悬。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下早参加活动，针对着防疫相关的议题有详细的回应。没有，我们这种西医的比较没有忌讳这个，不过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都一样嘛。民俗活动就有民俗该做我们会做嘛。那市长怎么看？现在就是台湾出现武汉肺炎死亡的第一例，那现在就是卫福部那边是说，它只是社区感染的零星个案，现在还不到社区传播的地步。你怎么看卫福部这样的说法？第一点这个 case 是不是一定是社区感染也不一定了，因为他还是有载过陆客嘛，所以这个还要再确定第一点。第二点其实社区感染分很多种，有那种零星案例的，还是说它已经到群聚，还是到整个已经散开了，还是有分不同的程度了。所以其实社区感染也有程度的不同，所以我倒觉得按照不同的程度去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社区感染我认为迟早会发生，所以这个不要先说台湾一定不会社区感染，我倒认为是一定会发生。然后重点是，如果就算发生我们让它维持在零星的案例这种程度，这是上策那所以只要它不是那种整个像武汉那种失控的局面，你知道都大概政府的处理目标是那样。那你觉得现阶段已经有需要戴口罩了？我跟你讲像我坐公车我戴的，其实老实讲戴的我是礼貌，你知道，因为那个你不戴，人家觉得你好像怪，所以这样的有时候坐捷运坐公车戴口罩是一种礼貌，那至于说要不要戴还是一样的人多密闭不特定，这我的原则是这样，所以我在办公室就不戴。像你们这些应该比较熟识，你知道我觉得我相信你们都很有良心的嘛，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感冒还故意来上班，你知道可是有时候一般来说呢？一般来说就是这样嘛，人多不特定、密闭，这个我还是会戴。可是像政府他们就宣导搭大众运输工具不需要戴口罩，可是像这一位他是计程车司机。对啊，所以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风险有高低的，就看你的态度。如果还没有，我当时会戴是因为不晓得说，这个到底多少台商回来，那到底危险度多少，所以我还不太确定。那这一段时间我比较没有戴，是因为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明显的社区感染。就算昨天有一例，它只是一个很零星的，而且它也不是在台北市，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一种风险程度的判断嘛。你觉得有危险就戴，那你觉得不是那么高就不要戴。我认为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如果随着疾病的发展，有可能它会变成流感化。那如果到流感化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人得我们就戴，比较少的时候就不戴。有可能工程师管理会开罚2次元吗？对啊，我态度是这样的叫你乖乖在家，你就给我乖乖在家先用劝导的不行就开始花钱了1万、6万、7万开始。再不行就真的要霹雳手段了，所以原则上是这样的，已经划到7万块的我看你大家还是遵守规则。市长未来会考虑封城式管理吗？如果社区感染爆发的话，有可能会考虑封城式管理吗？这个我们早上晨会有讨论的，就是这样。如果是零星 case 就零星 case， 就按照目前处理方式。如果是那种叫群聚比方一家好几个，我还是主张我们叫 evacuation， 就是把那个移出来。而不是把那个区封起来，因为这样成本会比较低但是说要搞到像武汉那种封城我跟你讲以目前台湾的医疗能力，应该不会到那个程度。如果到那个程度，那就真的是失控了。但是我觉得以目前台湾的医疗能力，不会，理论上应该是，我也相信我自己医界出身的，我相信台湾的医疗能力，特别是有防备的状态下。应该是不会到那种是要大规模封城的程度。会不会到时候和平医院之间同意？25号就要开学了，那礼拜3是要开会，现在会有变数吗？不，我们还是要开会的，因为是这样，因为是这样，我们只要一上线上去有没有我们大概国小、国中、高中22万嘛，连幼稚园上去可能会到28万，所以28万的这种每天这样聚集，这到底要怎么处理？我们还是要
科学问题科学解决，我们还是要想一下要怎么应付。那新北市的纾困啊，新北市的纾困啊，新北市纾困说他不等中央了，那台北市这边是不是还是要等中央确定出来才会有？那个是这样的哦，纾困是这样，它分短中长期啊。很多人在问我说，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我的答案是这样的，这个疫情还没开始的，因为我们说只有一些零星案例嘛，还没有到那种这种大规模社区感染。所以我倒觉得我们真正的考验都还没开始啊，所以是这样。关于纾困是这样的啊，分短中长期。如果是那种中长期的哈，我们会按照当年 SARS 的版本哦，我们已经都报告好，都准备好了。那今天下午到他们专案会结束以后，应该会有个记者会说明说，台北市对中长期的纾困计划预计要怎么做。但是这个还是要在中央的基础上会再做调整。我们是会先公布一个版本，然后会按照中央到时候，因为他给多少钱也不确定嘛，那到时候中央公布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版本再做上下调整，所以下午会公布。另外一个我们会公布那个电话号码，就是说那种专线，就是说中长期的我们会公布，如果是短期的，你马上就有营运上困难，我们另外一个短期的紧急处理计划，所以今天下午会公布台北市在这个疫情的纾困办法。像怎么看就是总统府，那怎么看那个私烟案？前总统府侍卫长他现在回任国防部的参事，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你刚刚认为说那个高峰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我跟你讲，疫情其实我们还在密切疫情是这样的哦，科学问题科学解决。好了，我们等帮我回答完再图。总统府那个是这样的，我倒觉得这样，不要去处理我的个人我主张不要去处理个案的，因为它整个私烟案它的真正的问题有没有结构上问题要去解决，抓一个人干什么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还是制度面的问题制度去解决嘛。我不认为说2万多条香烟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应该去处理制度个人是没意见。至于说疫情高峰，这个我要知道我就去当算命的啊。台北市已经规划好隔